哦，真嘅當不容易冇按改真嘅從頭到尾大家都躺睇咧，係冇？躺睇之美國係有次都講想去走馬拉松冇啊？唔過走馬拉松以前要先準備乜嘅？先準備了基本學到嘅東西，從頭到尾個再複習一擺，等阿忠哥來看一下，基本有哪條機器愛來強，大家強下來複習，強下來分享。第一個機器係手唔好咧，手唔好咧，就不好了，就不好了。來聽下男士演講。路唔好誒，路唔好誒，腳偏多，手唔好咧，腳偏多，手唔好咧，腳扭傷就不好了，腳扭傷就不好了。來聽下男士演講。腳偏多，路唔好誒，腳偏多，路唔好誒。再來，側爽手唔好咧，側爽手唔好咧，受傷就不好了，受傷就不好了。來聽下男士演講。側爽路唔好誒，側爽路唔好誒。再來，氣喵喵誒，手唔好咧，氣喵喵誒，手唔好咧，上氣不接下氣就不好了，上氣不接下氣就不好了。來聽下男士演講。氣喵喵誒，路唔好誒，氣喵喵誒，路唔好誒。再來，第二隻機器係基金，已經，愛基金有當多嘅乜咧？愛基金有當多嘅乜咧？我已經有很多的襪子，我已經有很多的襪子。來聽下男士演講。我已經有幾多嘅襪的，我已經有幾多嘅襪的。再來係，我已經有當多嘅鞋，我已經有當多嘅鞋。我已經有很多的鞋子，我已經有很多的鞋子。來聽下男士演講。我已經有幾多嘅鞋，我已經有幾多嘅鞋。再來係，我已經有當多嘅帽誒，我已經有當多嘅帽誒。我已經有很多的帽子，我已經有很多的帽子。聽下男士演講。我已經有幾多嘅帽誒，我已經有幾多嘅帽誒。